幾年咧，我幫好多有長期病患嘅家庭咧解決醫療同錢銀嘅矛盾。今日咧想同大家探討下5大醫療理財工具咧，特別咧係講呢個年金。好多人咧對年金咧係非常唔了解。以前咧個年金可能咧個收益咧並唔好，但係依家咧今時今日咧有5大唔同嘅年金係可以供大家咧去參考嘅。第一種年金咧同大家講咧係保證型嘅年金，就好似銀行 CD 嘅一樣。第二種年金咧就係指數型嘅年金，就係好似買基金一樣嚇。咁買得好咧，佢升值咧係非常好；買得唔好咧，可能一啲都唔升，甚至跌得好犀利。第三種嘅年金咧係可變嘅年金。可變呢個年金咧，亦係好多人誤會嘅，就以為所有嘅年金咧就好似可變年金咁樣，費用咧非常昂貴，而且咧佢可能會大跌大升，好似呢家嘅股市咁樣。第四種咧就係保證收入型嘅年金。咁呢種年金咧就係保底，而且咧係亦係跟市場一樣會升，但係咧升嘅速度咧係可以稍慢啲。第5個咧就係增長型嘅年金。咁呢增長年金咧係好適合一啲咧想為退休以後咧有長期收入嘅人士嘅。咁如果大家對呢啲資訊咧係想了解多啲，不妨咧點讚訂閱我呢個頻道，咁大家可以一齊學習。